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諾穎。今日想為大家介紹 Citizen 呢隻鈦金屬多功能腕錶，而且今次我哋仲返到個超級筍價，原價19,300蚊，但係而家只需要低至11,000幾就買到啦。而呢款腕錶更加搭載咗 Citizen 標誌性嘅光動能 GPS 衛星對時機芯，只要有光就唔使更換電池。而佢最犀利嘅係可以連接 GPS 衛星校時，過程最快只需要3秒。無論你身處世界任何角落，只需眨兩下眼嘅時間，佢都可以為你極速同步到去最準確嘅時間。呢個技術係根據 Citizen 2023年嘅研究，已經係全球最快，配合埋電波對時，精準度達到驚人嘅10萬年先會誤差1秒。呢份極致準確就係現代人對時間管理嘅最高要求。講到戴上手嘅感覺，呢隻錶咧簡直係輕若無物。點解？因為佢成隻錶主要係用鈦金屬打造，鈦金屬比不鏽鋼輕足足 40%， 但就更加堅硬同埋防鏽。而且 Citizen 咧仲落重本，用上自家嘅 DuraTex 硬化技術同埋 DLC 高耐磨處理，令錶殼同埋錶帶嘅硬度大增。日常唔小心刮到台面啊、門框啊，都冇咁容易留低花痕。而喺配飾方面，佢係用上咗黑鈦同埋 DuraTex 拼高玫瑰金嘅組合，錶圈係華麗嘅黑色藍寶石玻璃，襯上玫瑰金色嘅城市名，而錶盤係帶有金屬乾澤嘅銅色，有種粗獷得嚟又好優雅嘅感覺。直徑係44.6mm， 除咗最基本嘅時、分、秒、日期、星期顯示，仲有動力儲存、兩地時間、世界時間、夏令時間、感光亮度等級顯示、計時碼錶同埋萬年曆，防水深度亦都有100米。官網定價19,300蚊，而家只需要低至11,000幾就買到啦，仲有原廠保用3年。有興趣嘅錶迷咧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